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真正领受到上帝的话所带来快乐。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随上这也是我经头一首圣诗的原因。换一句话来讲，咱伫这个气候，特别是这几天连假的期间。假使咱也有法度，我要邀请咱大家，当然中昼时啊日头可能较晒吼，总是会当早起时也是下晡，咱会当小看去看这个大自然，透过大自然去感受到上帝的疼，这拄拄好是环境主日。一日要紧的代志，总是环境主日更较要紧的是提醒咱。爱的基质，珍惜咱所活的这个地球加世界的环境，所以学习伫小看的代志、小事顶头来听咱所。虽然这个环境咱亲像拢袂爱袂叫吼，这个环境咱安怎做伊拢袂爱对无？界性是安尼啊吼，总是其实有这个环境有咧爱，咱爱细致去听。这个声音，这还是这个环境主日，上帝话要提醒咱的，所以请咱你边仔的人会爱啦吼，所以会爱会叫，所以吼，咱会当边仔的人，若方便的话会当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听附近的厝边也是咱的责任哦吼，听咱的厝边以及咱所伫地环境是咱的责任。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因为阮知阮不配。你赏赐遮尔丰富、遮尔美妙的世界，有时阮所做，阮毋知，伊拄拄有当时啊咧伤害阮所伫地的这个环境、生活的所在，求主怜悯阮。帮助阮觉醒，知主你着赏赐阮遮尔水、遮尔好的所在，帮助阮，互阮学习去听，去珍惜阮所伫地。不管是阮所听的人，或是阮所伫地的所在，求主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保顿这位。20世纪真要紧，伊本来是英国人，后来走去到美国，要紧的诗人，伊捌写一首诗。这首诗是简单，这首诗伊安尼写，伊讲：我甲众人拢知，所有的囡仔拢知，人若互邪恶对待，嘛会用邪恶来回报。诗人其实咧对咱讲这项代志，伫大自然的法则内底，咱无看见有下面甲稳定。碰气会原谅迄个赶伊上树的鸟啊吗？迄只羊啊会原谅迄只想要食伊的狮啊吗？这个性是咱这个世界所运作的模式，所以活来伫人类的社会内底，不管是政治、经济或是社会，咱习惯看见的形式就是：你若咬我一喙，我就爱还你一喙。总是就是因为下面甲稳定，毋是自然发生的。需要雕工来做，咱才会感觉真特别呢。过2000年，福音游园咧团呢，福音游园咧团有人佫继续信呢，是安怎？因为咱的内心拢渴望听甲下面，
拢毋望救赎甲稳定。所以保罗才会安尼写，罗马书第5章第1节，伊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既然咱对神受称做义人，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原文是安尼写，原文是讲，所以既然已经照着神被称义，就照着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平。保罗讲，咱若信伊，就会互上帝判做无罪。称义的意思是安尼吼，判做无罪。总是咱拢知影这项代志。若法官判一个人有罪无罪，其实甲和平无关系啊，甲关系无关系。你了解我意思啊？吼，甲法官若判这个犯人有罪，还是无罪？法官会当甲这个罪人无关系啊。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第二句真特别。罗马书第5章第1节的尾后，保罗安尼宣告真特别。伊讲上帝甲罪人的关系无共。上帝称人做义，是因为伊怜悯，照着伊所疼的囝耶稣基督，是为价顶的救赎来，互原本甲上帝对敌的咱，会当甲上帝有和平的关系。卡巴特安尼讲，伊讲通过信心，咱会当加入互上帝称做义的人的行列内底。咱毋单是咱所是，因为信心，互咱成做咱所毋是。这哲学家的讲法吼，真特别吼。因为信心，互咱成做咱所毋是。罗马书第5章第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对神通过基督，通进入现在在享受这个稳定，欢欢喜喜，毋忘通分享上帝的荣光。原文是安尼写：照着基督，咱也因为神进入咱所倚的稳定中，并且咱用上帝的荣光的毋忘做夸口。所以欢欢喜喜，其实另外一个翻译其实叫做夸口。虽然用夸口来翻译，可能更较好，更较好。卡巴特是安尼讲，伊讲保罗迄个原本叫做扫罗的人生，已经受气杀，当伊无看的时，就甲伊过去捌有过迄个性命的轨道完全隔绝。所以保罗伫迄个时阵领受到这项代志。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是安尼讲，保罗家己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过有上帝恩典，才有今仔日的我。伊赐予我的恩典无落空，我颠倒比其他的使徒搁较拍拼工作。其实毋是我家己，是上帝恩典甲我同在。保罗将现在伊就理解做徛伫上帝的恩典中，翻译做迄个进入这个中文的翻译，翻译做进入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应该是有缘通来，有缘通来的意思是什么货？这字通常是指迄个有特权，会当接近来看见君王。古早人无一个人会当亲像今仔日咱伫电视顶头就会当看到总统。古早人毋是哦，毋是凊彩人才会当看到王哦。
咱今仔日这个世代真特别，咱会当看见迄个有权势的人，其实是透过电视。上时电视顶头的人嘛，爱知影一项代志，因的有权毋是因外交，是百姓互因的权。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古早人甲咱现在无共哦。所以这个有权的意思，74译本的利未记用这字来描述人将祭物带来到上帝面前来献祭。所以，保罗是咧表达一项代志，讲他伊有权通徛伫记着上帝，徛伫上帝恩典中是这个意思哦。徛伫上帝恩典中，就是我现在有权徛伫上帝，记着上帝。Stott 这位真出名的牧师，伊安尼描述。伊讲大神有时会得到君王的信任，有时会失去信任。大神啦吼，政治人物甲公众的关系也是安尼，有时会得到信任，投票先就信任伊嘛吼，对无？有时嘛会失了这个信任。总是咱袂有时伫恩典中，有时伫恩典外。保罗安尼讲的意思，就是咱就徛伫恩典中，咱就伫这个恩典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叫做每一个信仰的人的特权，咱会当夸口上帝的荣耀，就亲像摩西伫山顶去见着上帝，落山了后，毋知影家己的面会发出光。迄款的情形，迄个出来记34章29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当人有发出光的时候，人其实并毋知。然后保罗更较特别的是，伊认为，当咱的性命会显出上帝光，会特别伫某一款情境内底，特别是伫患难的内底。所以刷落去，保罗安尼讲，《罗马书》第5章第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若安尼，伫患难中，咱犹原欢欢喜喜，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原文是毋若安尼，反倒伫患难中，咱也夸口。所以迄个欢欢喜喜，其实会当。翻译做夸口更较好，咱嘛会当夸口。咱会知影，每一个信福音的人拢爱付代价。总是保罗认为，哪伫咱的性命感觉黑暗的时，哪会当生出忍耐，得到上帝欢喜甲毋忘。才会属上帝的性命特质。保罗安尼讲，伫患难中，人大生会培养出来、生出来吼，就是忍耐。这个忍耐原文是指人的信念、思想甲行动有迄种无互逆境摇动的决心，这叫忍耐啦。这原文是安尼意思，所以这个忍耐伫罗马时代内底，伫保罗时代内底是军人的美德，军人的美德。然后出来教会是用来形容遐个忍受迫害、甘心来顺道的人。出来教会，咱来知影出来教会信徒是啥物款的信徒？因大部分拢是互原本的社群结出。群体或是个人，因为因有一个特质，因无拜该杀，无拜皇帝啊。然后一个无拜皇帝的人，当时是无法度加入迄个会社还是商社，所以就亲像今仔日共款啦。今仔日其实咱伫公司内底，咱嘛会安尼，
迄个有当时啊过年过节，为公司的惯势爱先拜拜。啊，今仔日咱若表明咱的身份是基督徒，咱就可能毋免拜，不要紧，总是当时袂使哦，当时袂使哦。所以因会互人误解，叫做你是一个无爱国的人，你毋是阮的，你无属阮的。所以主后49年，迄个罗马皇帝激老周将犹太人激出罗马，一般就是认为伊就是激出起来犹太的基督徒。随上台湾初代信徒嘛是安尼。我的姐夫贵德的牧师就捌甲我讲开这个故事。伊的老爸本来是西港人，台南西港人。结果因为信仰的关系，互伊厝内底的人激出去，然后流浪到麻豆，才甲伊的妈妈三熟悉，才生落伊，过这个牧师。罗马书第5章第4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忍耐生出老人，老人生出毋忘。迄个原文这个字根老人，这个字根其实是测验，所以伊指的是啥物出来？就亲像黄金共款，爱经过试炼，迄个火试炼，经过检了才有合格。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啦翻译做受上帝所欢喜。用安尼来表达，人会忍耐已经互上帝测验合格，迄个信心爱有经过一个测验，经过合格。所以人的心啦，经过上帝用患难的火试验，这个信心就会当会堪得试验，然后这个信心会充满毋忘。罗马书第5章第5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忘为地到见效，因为上帝通过赐予咱的圣神，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保罗伫遮咧讲的是啥物话？咧讲的是当时罗马社会对阳光甲见效的观测。咱大多有读到夸口对无？欢欢喜喜其实应该翻译做夸口。实际上现代的台语译本上尾迄字遐出现夸口，欢欢喜喜迄个和合本，迄个欢欢喜其实拢会当来翻译做夸口。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就亲像咱咧看当时的人咧看耶稣的十字架是夸口还是见效？见效的代志啊！一个人去用钉死伫十字架顶太是会当看到，结果保罗讲，咱爱倒边来看，咱来看这做看口，真特别哦。咱来看这做看口，所以伫遮讲毋忘，就互咱有这个毋忘，就互咱未至到见效。这也是这张批内底头一遍出现圣神甲上帝的疼。这张批内底第一遍出现，保罗咧对咱讲，圣神会当互咱知影上帝的疼，就是咱伫患难中，伊嘛会当互咱知影。然后加尔文是安尼讲，伊讲灌入的意思就是。上帝咱启示的疼是遮尔丰富，至到充满咱的心，以及全身躯，毋但会当减轻伫患难中的忧伤，嘛亲像迄个调味，咱做菜爱放盐，会当有味，互咱更较珍惜患难。真特别哦，毋是经过患难了后，咱去体验哦，我安那经过，毋是哦，
是甚至伫患难中，上帝听圣神会帮助咱，敢若迄个调味共款，将本来苦的调做咱生命中补会落的。保罗透过安尼是咧对咱安尼讲。罗马书第5章第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要软弱的时，基督伫上帝所指定的日子，为着有罪人死。所以对保罗来讲，咱得到救，唔单单是感觉，伊认为得救，咱得到救是上帝计划内底一项客观的事实。当咱要软弱的时，嘛会当翻译做当咱因为破病无力的时。然后保罗讲，基督的死是历史特定的时刻，就是亲像西元的纪年是列丁文阿诺多姆尼，这个意思是主的年份。西元的纪年其实是安尼来，主的年份 AD。过去的人透过定西元纪年，就是咧告别一项代志。咱现在所活的每一个时代，无法度无甲基督受死的迄个时阵脱离关系。所以罗马书第5章第7节说落，保罗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替义人死差不多无，替好人死兼且也有人敢。保罗现在所使用的是，嘛是当时罗马社会时常看见的迄个施恩的人甲受恩的人迄种关系的脉络。咱若要互一个人稳定，通常会考虑讲伊是毋是会堪得。所以保罗才会讲为义人为好人死，兼且有人愿意，因为因会堪得。罗马书第5章第8节，刷来保罗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咱要是罪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总是上帝既然予伊所疼的囝耶稣基督，为着咱这群未堪得的罪人来死，这就是伊所显明丰富搁超越的疼。近代的学者曾思翰就捌安尼写，伊讲为着某人就是某代志来牺牲，是当时希腊人或是罗马人一种爱国的用语。伫当时为着理想来死，得到尊荣的理念真普遍。所以保罗就引用安尼来描述这个福音是偌无正常。其实福音真无正常。无平凡啊！上帝竟愿意为咱这业未做贡献，无显出任何会堪得、通尊敬的代志的人来死。加利文先来讲，加利文讲，上帝先疼咱，伊的疼毋是用咱的疼做出发点。Stott 这位牧师安尼描述，上帝的疼真特别伟大的所在是：第一，伊献上家己；第二，伊甘愿伫十字架顶承受罪的恐怖；第三，安尼做是为着伊遐不配的对待。既然安尼，咱才会当怀疑上帝的疼。罗马书第5章第9节刷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现在基督已经为着咱流血牺牲，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伊搁较会救咱，
脱离上帝的受气。原文是安尼写，讲所以当既然伫伊的会被称义，搁较侪，咱要借着伊对迄个受气中得到拯救。第90到第10罗马书第90到第10真特别哦。保罗运用一个希腊文原文内底迄个搁较侪，啥物会叫搁较侪？意思就是罗马当时的人的论证，就是对水看大。这字出现就是对水看大，所以保罗是咧表示，当现在咱相信的人会当借着基督的血来受称义，将来、现在甲将来阁会当借着伊对上帝受气中来得到接纳。所以，斯多特牧师是安尼认为，这是保罗咧表达 already not yet， 就是已经实现的，已经也未到的 already not yet。这两则拢咧表达这项代志，咱会当对现在基督已经为咱流血的牺牲去感受到这款的张力，就亲像卡巴特安尼讲，伊讲基督的血那一个迄个完全正做新的人的特征，只要咱用这个完全来正做咱性命的根据。只要咱勇敢地信用，咱就是咱所毋是的。咱就是咱所毋是的，咱就是一个新的人。这卡尔巴特所讲的。罗马书第5章第1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咱要求做上帝对得的时，伊互家己的囝替咱死，互咱甲伊搁和好。既然搁和好，咱搁较会因为基督的活来得到拯救。原文会当安尼讲，若做对得的时，咱借着伊的囝的死，甲上帝和好，搁较侪和好了后，咱要伫伊的生内底得到拯救。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咧对咱讲。对上帝怜悯的义，耶稣基督的死也未来进前，上帝公义的义判定，咱就是伊的对得啊！咱就是伊的对得，咱拢正做罪的奴仆。罗马书第1章18节开始到第3章20节，就咧描述这项代志。总是主耶稣的死改变这种对得的关系。伊搁活，咱得到拯救。加里文安尼讲，上帝万分罪，只要咱是罪人，就互伊所万分。现在因为上帝奥妙的旨意竞选咱，成做基督的肢体，伊就止煞对咱的万分。罗马书第5章11节，咱已经读到上尾一节啦吼。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今仔讲章的上尾一节吼，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毋若安尼，咱现在已经通过基督甲上帝个和好，嘛会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用上帝做夸口。哦，迄个现代台语译本上尾才将夸口翻译出来。原文就亲像这个台语的翻译安尼。现在甲对咱讲，这是保罗头尾呼应的写作方式，也是手法。因为第5章的第1节到第3节，伊就对咱讲，
借着主耶稣基督，咱会当徛伫上帝的恩典，得到甲上帝徛伫上帝的恩典，会当甲上帝见面嘛？咱就有上帝的眼光，咱会当因为这个眼光来看靠。一开始伊就安尼写，然后伫上尾这段的上尾11节，伊搁较讲，借着主耶稣的死，咱已经甲上帝和好，那安尼敢毋是搁较应该看靠？斯多特牧师是安尼讲，伊讲借着主耶稣基督，咱会当以上帝看靠，毋是用咱的特权看靠。是用伊的人品看靠，毋是用有伊来看靠，是用伊有咱来看靠。他拥有我，夸口为乐。就亲像咱这段圣歌对所吟的歌，是伊要对咱讲，因为圣歌对所吟的歌是用上帝的口吻讲。你属伫我，所以真明显，保罗认为一个受称义的信徒的记号，就是伫上帝徛伫上帝恩典内底的欢喜。基督徒有可能是这个世间有可能啦吼上乐观的人，你知影是安怎？因为咱是一群相信有明仔载的人，但是今仔日咱拄着患难，甚至到黑暗，甚至到咱目睭瞌迄天，总是明仔载咱相信，咱若踢开目睭，咱会当看见迄位疼咱的上帝，一个有永远有明仔载的人，迄就是基督徒啦。那呢，这个基督徒，但毋是一个这个世间上乐观的人嘛？主耶稣捌讲过一个故事，讲一个老爸有2个囝。路加福音15章1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细汉的甲老爸讲：阿爸，我应该得的财产，请你分予我。你毋知影，当时若敢去访问巴勒斯坦迄个所在？去访问大因讲这个故事的时阵，当地人是安尼反应。当地人来反应讲，无人敢对伊的老爸做这种要求，因为照当地文化，一个囝来要得到产业，是爱伊的老爸死去的迄天，听有意思吼？所以这个囝老爸讲，你爱分财产予我，安尼是啥物意思？咒诅老爸死啦。听有意思吼？当这个囝老爸安尼讲的时阵，是咒诅老爸死呢。所以照当地的人讲，这个囝若敢安尼对老爸讲，只有一种后果，就是向赶出家门，甚至互人拍死，啥物拢得袂到。总是伫主耶稣的喙内底，这个囝毋是安尼哦。这个囝讲这种话了后，既然得到产业呢，对吧？路加福音15章咱读到的是安尼哦。耶稣咱毋是活伫巴勒斯坦迄个所在死，所以这个故事就讲出来，连20世纪的巴勒斯坦的人嘛认为讲。无一个囝敢安尼讲的。耶稣竟然讲，这个囝得到产业，可以当自由去到他乡生活，开会所有，直到遥到伫低调内底，甲低唱者，伊才想起老爸的厝，甲家己的不配。伊心内底想讲，伫我老爸厝甘愿做奴仆，安尼我嘛甘愿。所以路加福音15章20节，安尼记载这个故事。主耶稣安尼讲：
做伙来读这段经文来。伊就出发转去老爸遐，伊离因兜枵真远，老爸就看到伊心真毋甘，赶紧去徛伫走活去，甲伊揽地，直直甲伊针。主要说无，迄个老爸无讲话啦，只有行动，走活去，甲伊揽地，直直甲伊针。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上帝恩典，就是咱偌自私、偌自我中心，离伊的心偌远，只要咱信，咱想起伊的疼，咱活转心，讲我要转去，伊会接纳包容咱遮的不配的人。因为伊早就照着主耶稣基督是价顶的疼来疼咱，咱若愿意会当因为这个信来甲伊和好，然后搁较应该用伊来夸口才对，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因为阮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阮拢掠做这个世界。用阮家己当势来活，因为安尼，阮常常离开你的心意，远远离开。主求你怜悯阮，帮助阮，互阮知你的恩典有偌深，你疼阮有偌多，帮助阮，互阮知上帝。你要甲阮做伙伫地，因为阮知影，阮会当徛伫你的恩典中，毋是阮会肯定，是因为你疼阮、接纳阮，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